陳穎欣議員。唔該，主席。質詢嘅第三部分呢，就聚焦咁樣問到啦，會唔會響零售、餐飲同埋建造業呢都設置暫停輸入外勞嘅機制嘅？咁有見呢，政府呢目前係無意為失業率偏高嘅行業去制定一個剎停嘅機制。咁我亦都理解啦，政府亦都無意呢係設定一啲行業輸入嘅上限。咁但係我希望呢，喺我哋動態檢討之後呢，都唔好排除呢啲方案。而政府短期呢，會唔會考慮制定較高失業率行業支援機制？當我哋嘅行業失業率咧高於一個警戒線，亦即係咧大約3.7%咧，因為呢個都係我哋香港過去60個月嘅平均失業率嚟嘅，咁就啟動一系列嘅支援措施，包括咧唔限於推出專項就業支援計劃，增加特定行業嘅再培訓資源。雖然局長都提及啦，係有一啲再培訓嘅資源，但係會唔會有啲專項俾呢啲行業嘅資源呢，去做到解決到頭先局長不斷強調嘅一啲行業錯配嘅問題，加強本地勞工就業優先。唔該，主席。局長。主席，多謝陳穎欣議員嘅問題。其實佢嘅提議都係同政府嘅想法係類近嘅。譬如當然建造業唔係我哋個局主打啦，係呢個係呢個發展局主打啦。大家見得到咧，建造業議會做大量嘅工作，就係針對一啲建造業工人嘅培訓啊，佢哋嘅技能嘅提升啊，當中好多仲係可以攞到一啲資助嘅，即係佢每月攞到啲錢去做培訓嘅。另一方面咧，其實除咗係行業以外咧，一般嘅培訓咧，再培訓就喺我哋嘅僱員再培訓局。僱員再培訓局其實都有就業掛鈎嘅課程，幫呢啲工人咧，好多時係轉行嘅，即係佢而嗰個行業就可能相對嘅就業機會冇咁多，轉去另一個行業多啲機會，咁我哋幫佢去轉行，幫佢提升佢嘅技能，兼且培訓期間呢，如果係就業掛鈎嘅話咧，我哋都會提供資助。我覺得可以用好而家嘅計劃同埋資源咧，盡可能為有意做嘢嘅工人咧提供最大嘅支援，令到佢哋可以揾到份工。多謝主席。